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阿管伊拄走，拄走，伊是去倒？唉，倒转去庄骹啦。是毋是甲祖文斗阵转去？无呢，伊甲伊一个人。即边阿管吼，伊突然间转去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啊，所以毋知叫阿伟去找伊。阿伟啊，你有找着祖文无？无啊，听讲乌社会人有去找伊啦，大概吼是迄死掉的迄所的。是毋是这赵克东？对，祖文有听伊讲过，但是祖文有可能是叫伊买手机哦。你紧从我来找伊。我免乱带伊走去退。对，有一个所在，行，我带你来找。我现在去找杨平记。祖文呢？杨平，祖文呢？祖文啊，对啊，上一顿来，伊就走啊。杨平，你走，你就是家管转去，无爱我。杨平啊，我看吼，这个代志煞去吼。我袂当无伊，我袂使互伊救走我的祖文。这样想想有啥物路用啦？想这代志安尼拄啊好，阿管是咱你的好朋友，而且又阁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即马你来抢伊爱人，是来讲袂得过啊！我无抢伊，是祖文家己爱我。你甲阿管两个人，规个互祖文来选定，伊真正勉强好。勉强得着吼，你一世人袂安心嘞。搁再讲，你也不该来伤害着阿管啊！你毋是有讲过？你讲阿管伊是一个足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可是讲这也是应该属伊的，你就恨伊嘛？哦，咱人除了爱情，良心嘛是足重要的。阿姨，玉萍，阿管小姐要来看你呢。快，我听人家讲嘛。阿姨啊，咱出来了。哦。玉萍姐，我要转来去。后摆做袂代志莫讲，我免无甲你休息。安怎讲？咱嘛是好朋友。是啊，是好朋友啊。只不过，咱当时爱着一个人。玉萍姐，迄毋是咱三个人毋对。是。拢怪天公伯啊，竟然甲我创治人。玉萍姐，如果要转去进前，我考虑真久。有一句话，我袂无甲你讲。我知影，你是来责备我。毋是。那安尼，你是爱我放弃祖文？嘛毋是。玉萍姐，我甲祖文从细汉斗阵大，只有我上了解。
细汉的时阵，就得袂着因爸爸。啊，亲爸嘛无甲当作是家己的囝甲。伊伫囡仔的时阵，伊就失去了。伊日到大汉，伊嘛得袂着快乐，所以才来去离家，对了。即马总算是改过，不过伊需要关怀，这份真心的爱。虽然我无法度你，也毋过伊即马有你，我嘛放心啊。知影你是来这边无？毋是，刘明基，我知影你真爱我，你莫互我对开。自我一生中，希望只有两件代志：爱，甲成功。只有你才好度互伊。伊以前常常甲我讲，有一天伊一定会出头天，一定会成功倒转。咧伫因爸爸，甲别人的面头前争一口气，即摆当帮助伊行这条路，只有你。帮助伊，互伊完成伊的理想，好无？就够了，我拜托你。以前我就希望，总会当得到伊想的爱。我知影即摆一定得到，我嘛就替伊欢喜。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是一个充满爱心。来呀，讲啊！我求，别搁再讲啊！妈，该讲我嘛拢讲。我是一个庄脚的查某囡仔，主母嘛有常笑我讲，我就戆直的。总讲我有啥物所在讲无好，啥你毋通怪我。我袂怪。来，我先来走，希望咱会当搁见面。有机会，我嘛会再来看你甲主母。阿坤。你来记住。艺术，哈哈哈！好佳哉，我也袂走。也若无，我就听袂到这段精彩对决了。叫我去送，你记我了，你未免想着。
你送我去医走。拢啊，亮爷，叫大家入来内阁所在，顺便叫救护车。全世界人，你莫叫。你是因为自细汉老爆炸，所以才无要承认。你承认啊？你承认你是我的老母啊？阿母。重要代志，我甲你讲。阿母，我老爸什么人？阿母，阿母，你老爸是王月清。这啦，这啦。哎呦，死人了！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秋啊，秋啊，母亲，20年前，我实在真对不住你。秋啊，迄拢过去的代志，咱莫搁讲。母亲，这件代志真重要，你一定爱甲王月清讲。当时我去好。客东甲阿伯离家出走，生一个囝。迄个囡仔我病，我抱去互甲牵去。我骗你讲，迄个囡仔是你的囡仔。这我拢知影，莫讲。我搁要甲你讲一项真重要的代志。王月清并无设计，叫家东来侮辱你。因为王月清为着我来放杀你，伊家己死了，感觉真对不住你，所以伊就想讲要来去找你。伊讲，伊走去找你的时阵。恁两个斗阵啉烧酒，酒醉做了斗阵，这件代志去互客东发现。迄阵啊，趁恁两个酒醉多谈的也毋知影啦，伊家己烫衫，倒谈你的面床边啊。所以，我你讲，就是你家己去互客东侮辱。哦，这代志是真实的，拢是客东家己甲我讲。我是家己做出来的，一定要
该原谅我。就阿母，好，你原谅妈妈，也告你的兄弟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我的英雄伟大。阿母，要紧啦，秋华要死之前，你也真是安尼讲是？是啊，伊确实安尼讲，伊讲志文是咱的后生。大清，你迄边我不要紧，我敢若感冒，咧扫呢。我无甲志文相离，因为秋华是为着志文才来牺牲。我希望伫志文的心目中，秋华永远是伟大的老母。只要我若知影伊是我的后生，安尼时我就真满足。大清，我今日敲这通电话互你，就是要甲你讲，千万毋通互志文知影这件代志。我答应你，也不过如今你安尼哦，希望会当甲你的后生见面，恁两个要当相认。也不过即马，我若是知影讲志文是我的后生，我就真满足。我感觉有这个后生，我也感觉真骄傲。大清，大清。大清，你唔知叫医生看？我知啊。你唔通袂记你答应我的代志哦。OK，我已经答应，我一定会来找你。20年，我会补偿。但是，如今，我就想要跟你斗阵。我了解，我相信你。你若了解到。怎样想，拢想无。你啊，王先生，阿姨，伊就是王祖文啊！伊就是王祖文，啊是啊，阿姨啊，我跟你讲吼，伊迄天吼送药瓶转啊，啊你无伫，所以你唔捌伊啦，伊是王祖文啊！啊，你是王月清的后生王祖文。我来找药瓶。啊，你要找药瓶啥？药瓶哦，伫楼顶，来，我找你去，好，行来。稍等下，祖文，有关系到你甲药瓶的代志，我不便讲啥物。也毋过有关系到你的身世，我早起已经甲你老母白如卿讲过啊。老母白如卿，对，
老母是秋华，毋是，是白如卿。我要将这情形来甲白如卿讲过，你可以去问伊的。我唔相信。我绝对袂骗你，我是一个产婆，当初时你是我所接生的，我绝对无骗你。不可能啊！你若假使唔相信，你才回去问恁爸爸。哎呀，好啦，但是就你哪还搁讲咧？搁还讲啦？来，我来找你去找高平哦。高平啊，祖母来看你呢。我恁两个才讲啊吼，我落来。透早阿官已经来过啊。祖文，我并无想要伤害阿官，真实的，就亲像我不愿意伤害我家己同款。这毋是咱三个人的问题。有一件代志我袂当谅解。